来，你来摆厝，我甲你做。免，来，我甲你做，我收你5块好了。我毛菇，但我要甲你我甲讲，你，哈，我要看亲情，无因去对伊drama 咗。伊無用了啊。你看了係 doctor 面 doctor 係查某係啊？哈，你看第幾了？計我看了啦。來，計講後邊裝。計講後邊。來，主持我甲你講。我講聽裝死呀 boy。My Bogan。落冠啊！你查某落冠啊！後尾啊！你好看。無，主持我甲你講，伊人有共同點的幾出戲，幾出但係你誤會，你感覺哦。因為佢個謝，冇一個未死嘅。冇一個未死嘅，巴你一個死，咪看，冚啦。還沒起來。感覺起來啦。哦。我直教人講，毛菇你吹白戲，一直甲伊講，幾看啊，即係做我物件，無你好我是無用嘅。哦。介紹一個好嘅 game 我暫時介紹伊，當然伊個一出一邊，見到係一個你講你個。後尾冇人拍 game 啫喎。OK 好。OK 等嚟，你再倒到對下 iPhone。冇看好手清楚。OK 來我 start 啦嚇，這樣是咱講食冇食啊？呢個都冇來。呢個都來啊啦。哦，呢個都嚟啊。OK， tunggu。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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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啊，各位聽眾，我真係歡迎人到底嚟邊啲學嘅節目。呢個禮拜咧，安尼這禮拜啊，好俾幾個歡呼人去邊啲學嘅買 T-shirt 啊，買幾個爽嘅頭，冇拍廣告咩個咪是買出。咁咪去邊啲學嘅網頁去聽哈？哎呀，what？Last no 出咯，冇 discount code 咯。我未記講到 discount code 喎。OK，唔緊，你It goes。我出冇，即出有，我就要注意聽。我 discount code 都要注意聽，我未記傳圖啊。我當叫伊個，若是講人去買嚟講係40塊一條，當金先開始印出來咯。咁我聽到 echo 個，是唔是這點入面？有啊，我頭晚都冇講，都冇用到。你查 iPhone 咯？我冇查 iPhone，伊你先帶 TV 出來。哦，當然有啊。唔是我啊。有你買咧？你hello。你。可以瞧的。然後這禮拜未記得看，交代人買 T-shirt OK，所以人未去邊啲學見你買 T-shirt 呢？我對佢時啊，人未留咗時，邊啲學見做留咗時特別穿紅衫，㗎啦嘛，邊啲學見衫，然後人未去看邊啲學見你網頁，去買到去 shop.binaihokkien.com 去買。แล้ว冇一個嘛？冇啊，你就冚咩先呀？冚咩啊？電視機冚咩？哦，แล้วลูกหลังน่ะสิคิดว่าสิเอาที่จะชุดน่ะสิเอาติ้งนอชุดว่า未記講 discount code 禮拜幾日本未記講 discount code 所以我到底這ชุดน่ะสิ講了 discount code 咱特別注意聽 OK 咱來講阿摩姐咯阿摩姐哈咱馬來西亞講 western food 馬來西亞都是想到咩 chicken chop對 chicken Maryland chicken 哈係咩 chicken Maryland 啊 chicken Maryland 啊我冇講咩 Maryland chicken 啊 Actually chicken Maryland chicken Maryland 有哦較濟是啲美國嘅啊，唔是英國嘅物件啦。你來英國你去拖 chicken Maryland 你諗唔知，你是講。美國有 chicken Maryland 咩？
哦，Maryland 就是美國咯。Maryland 係 state 呀，誒。哦啊， ，chicken from Maryland 啊。你個 Maryland 是安怎嘛？未記啦，咪係知識嚇。 Maryland 係 Golden Blue。嘅推 butterfly 出，butterfly 出咧係 roti 嘅roti 糊了煎起來，แล้วตัวเบอูจะเลยตัวเบอู加工ตัวเบอูjagung fritter แล้วตัวเบอูเต้าอีหลังปุ่น係จะเลยกินเจียว成個goreng pisang 嘅กินเจียวปุ่นอีหลังปุ่น係即係 Malaysia 呀。Chicken Maryland ใน Malaysia 第一開 Chicken Maryland ที่ KL 啦是 Coliseum Hotel Batu Road 邊哦，誒我陣間先冇食過 Chicken Maryland。你去 Maryland 食啊？是馬來西亞嘅馬來西亞 Maryland。你在馬來西亞邊嘅冇啊，乜啦個勁少，一特擺嗰啲換湯冇換了嘅。一時我食一號嚇，一號落地板一條，了加。馬得 roti 嘅roti 哦，一沙拉，一扎沙拉。我係 roti 嘅。 roti 特別我食一個 Maryland 嗰個係見椒，嗰個 sausage 嗰個 ham。有 sausage 有豆有 sausage 嚇，แล้ว嗰隻嚟馬來西亞嘅 Western food 啊，曬隻曬江隻，冇啦，我講住啦，你講你媽係騙。曬隻嗰隻嚟馬來西亞嘅曬隻是。阿摩姐，那個阿摩姐。Pork chop Roberts。哦，唔係食過。Pork chop Roberts。我出嚟博角添啦。係咯，我咪成日博角 Robert。Pork chop Roberts。隻杜蘭。Pork chop Robert 上面嚟 explain 下。Is pork escalope so 邊邊嘅肚白，邊邊嘅แล้วlook grilling แล้วจากกระชาย個環珠啦，個環珠。marinate 有試下咩物件試，你吧？你看啦，你是海南人煮嘅，伊人做真係好食嘅，伊人試個烏豆油嘅。我食過咯 ，KL 第一出名海南阿莫食，啲日記啊，冇 pork chop。pork chop，海南人做啊，真女嘅，真好食。誒，講個數啫，做咩數海南人會曉做阿摩姐？ Because 伊人海南人來時，伊真正食阿莫人請嘛，請伊人做嚟煮食。特別啊，安怎伊阿莫人在要請海南人啊？安怎？伊人本地搞煮食了誒，老我想，伊人本地就叫好搞煮誒。 I think 伊人是有開 restaurant 是唔是？然後人去請，哦，這個 chef 要煮這個，然後我講你聽，我家己本有經驗嘛。如果是頂擺我唔知睇下有了啦。頂擺啊，伊個政府有伊個 rest house 喺 Fraser's Hill 嗰邊。伊個了伊個 Fraser's Hill 嘅 rest house 個了是海南人改嘅，個了是海南人改嘅。然後我去大嗰邊嘅時啊，我大個我係阿毛朋友，伊特節啊早去時，伊個海南人去梅人阿妹是路要食係咪？所以咱講一味食飯啦，嗰一味食等人嗰一味食，佢另外了嗰一味食阿毛食。哇，大項本好食啊！伊人煮。哇！我愛喎，我係當呢個單去哦。就是我唔知啦，伊人政府嘅 rest house 我唔知有個無了啦。我想伊人多大了，互伊個 hotel chain 去買起來了。誒，佢哋迄個紅毛啊，啲唔係啊，是伊人安怎知啊？海南人煮食，廣府人去做 mining 或是蝦米啊？就是我未知你講啦，我想伊個人本地人講牛豬了啦，伊人本地講伊人有 reputation 了，伊人真正牛豬嘅啦。你學嘅人？我知啊，狗知。學嘅人啊，學嘅人咪是學嘅差。特別我笑啊，馬來西亞嘅人較濟，
袂晓搬啊，阿摩只是阿摩只，伊拢袂晓搬德國啊，是法國啊，是意大利啊。咱講嚟講，咱馬來西亞阿摩只成啦，咱可能所以咱講嘅吧，你較把較正。OK。較紅毛嘅紅毛只。特別我講邊頂嘅人啊，人講阿摩只啊，人較濟是上個 engulf 啊，上個 engulf 啲，你知啦 engulf 啲大陸無？對呀。德國嘅，應該是較濟是德國。伊人食成個 sausage 食誒German sausage。嚇。哦，係 bratwurst 嚟嚇。嚇，了食 sauerkraut German 咧。成個鹹菜特別無鹹嘅是。有我食個 sauerkraut 咯。我未食上水。哎呦，我才見隻 sauerkraut 誒，我那時我成都一罐曬kimchi呢 sauerkraut 我覺得幾難食呢。特別美國啊，有真正濟德國嘅人去搬去美國，所以你人嘅 sauerkraut 真正好食啦，我想，伊人會好夠做啦。特別真 commercialize 啦，本是。嚇，我本地無熟個食 sauerkraut 誒上水。sauerkraut 我這邊有一個 German 嘅 restaurant 啊，這個回本啊，不一點正呢。我開車去食，特別，咦，我想要去食，未必可能下晡去食。我紅只件食，所以我就講伊就是愛。食咗直直腰嘅啊！伊是蝦米？伊就伊係 sauerkraut and beer soup 啊。哇 ！cheese 唔係，伊是 cheese beer soup 啦，伊 beer 伊是 beer 有 beer 嘅 cheese soup，特別入面係 sauerkraut，哎呦，咁好食！OK， 我肯定未食食啊！等陣咪，咱講到對迄個馬來西亞嘅先，個後面咱 list 可能嘅 Western food 係咩？啊，等 Chicken Cordon Bleu。Chicken Cordon Bleu，OK，Cordon Bleu 我知，特別嚇，頭先你講 Chicken Maryland 我上未去，我唔捌食過。有等我吹。Cacciatore 係咪 Chicken Cacciatore 是 Hunter's Chicken，Cacciatore 是意大利嘅話是 Hunter 福建話是係咪？怕辣嘅人。怕辣？呀，怕辣。打獵。怕辣。是刷來拍情。會啊，因為後屌你冇上時，我係冇後邊嗰個字bài。等，我吹dictionary。媽媽哥，你咁樣講咩啊？冇啦，我當噴經兩萬歲。怕辣是。怕辣，要車呢？車怕辣又叫咩？怕成本啊？係咪車怕辣？係咪是車？waxing，怕辣。哦，不，係你是。係你叫咩？怕辣 is to hunt， 怕辣。嚇，對，怕辣人啦，講怕辣。喂，媽媽哥，搞大聲。OK， explain waxing 車。係你叫車叫什麼？怕辣本啊！你袂使落下面嘅城市啊咩？馬英地布，這個叫馬英地布。怕辣啊！冇啦，你是玻璃車啦。叫玻璃車啦。唔怕辣，咪是怕辣本嚇。想叫啊 ？Western food， 來，得啦，我講。哎呀，我睇到你 Chicken Maryland 啊，你看。Chicken 在上面。Chicken Maryland。喲 ，Chicken chop 誒，我覺得真是。這裡講了 Chicken Maryland，做咩款的啦？Chicken Cordon Bleu 有 cheese，Chicken Parmesan 本有 cheese，有蝦米？冇聲，這 Parmesan 是 Parmesan cheese 嘅一個。伊唔是 stuffed 嘅，伊係 Parmesan cheese 是layer。OK， 所以正 Chicken Maryland 特別用雞腿，你看，你袂使用雞，我做講伊零啊，白白。輕嘅輕，袂使用輕白。公白。嚇，嗱，你看毛毛菇，公白。用公白。然後你看毛毛菇，有見招嘅，你看。哦。我睇叫見招嘅毛毛菇。毛毛菇啊？毛毛菇咪見招咯，個 sausage 個見招。嚇，你看見招，一樣特別係加工嘅，你看。個加工。特別啲要見是真係 authentic。啲要見是特別有雞腿。雞腿吧，一起煲呢，一起焗呢啦。一寸一個
即係細條呀嚇，即係 knuckle 呀，แล้วอี butterfly อีตัวเป็น butterfly 我愛食，我真係冇食過啊，我應該冇食過到馬來西亞。嚇。對，你冇食咩 Western food 啊嘛？我愛喎，我特別想食 chicken chop。我係嘛講 Western food，我同 Bruce 講我對住對食 Western food。你笑啊！我講冇 Western food 冇食，我講 Western food 係 Oriental Western food。另外，人嘅 Western food 冇上㗎。上加人 American 呢，有 American Chinese food 呢，可能。OK，所以嗰一項馬來西亞誒細隻是阿莫姐，細隻就細。是Hainanese chicken chop。我知。Hainanese chicken chop 是差不多上個 chicken Maryland，特別伊人有伊個瓜，伊個瓜是 sweet and sour 嘅。我哋見只。sweet 嘅，伊個garing。哈。所以แล้ว係 online 啦。lamb chop 啊？冇是雞來。pork rib 嘛，他咧。即係冇啊！即成個上，即上冇，我唔捌講過呢。呢是 restaurant 嚟食。steak，伊個 fries 是換過酒啊，你來煎。哦，我是個食咩？我是個食 black pepper steak。black pepper steak，可能是古巴。我講噶，我同你講下 honestly， 我講噶，我都食古巴。Oh yeah， 我自來表姐。哦，哎呦，我食舊豬 steak 嘅啦哇 ，grill。我可能會我食起啊。哎呦，我講聽我唔知 train 乜硬嘅咋，我硬表姐呀古巴啊，你講係食 steak 啊，伊是特別食會食 well done 嘅咋。是 medium 叫咩啊 ？medium well。medium well 嚇。我是食個 medium rare， 伊無好食了。我是個食 medium rare。所以我被 train 你，我 train 你按照 train 你，我講聽下。我講你 trust 我，我直接有一年 Valentine's Day 時，我講你 trust 我啦，我煮個 steak 咧是真好食嘅。然後我講伊講 OK， 我 trust 你，所以我食 candlelight dinner， 我冚咗啖點落去嚟。你未看到伊硬，所以一食都好食。伊講我唔捌食過 steak 嘅好食過，我講 that's why，because 你無關係看硬，當然關係會曉呀，當然無會曉食 medium rare。我可會啊，我唔識你啊，我唔食食，我可能會喺度顯啊。你今日招啦，今日招噃。哦呀，你別殺隻古巴 well done 呢，古巴 well done 你就派了。我有去咗你菜館啊，啲澳洲餅，伊人揀啊。好你食古巴呢，即是 steakhouse 嚟。แล้ว伊個 menu 本講好你聽，你講啊，你若是要拖 well done 啊，人本是做好你，特別人看衰你。人看衰你，因為你是唔知半行嘅人。你若是食你把啊底嘅是 medium 了。medium 就要最寬淡薄嘅色，較好是 medium rare 伊較硬，你若是食落 wagyu beef 啊，你日本仔 wagyu beef 啊，你若是食 aged beef mature beef 啊，你若是食可以 well done， 你就做可以歹了，你未食到伊個好食伊個好食誒，一軟軟個 melt in your mouth 意思你就無了。以前我嘅 client launch 咗，伊就帶我人去一個 fine dining restaurant 食 wagyu beef 咯。我用 medium well 係咪是用咪是軟軟嘅喎？你有煮咯。你冇有煮嚇，伊人有煮咯。哦。我學起有呀 medium well 啦，我是唔捌叫 medium well 嘅。特別你伊好食本，特別你冇食到伊第一 prime 誒。steak 啦，內一個蛋，伊內邊是外口是chocolate嘅咯，內邊是硬嘅咯。嚇你都唔是 medium well， 硬啦，硬就是 medium rare， 硬是就是 medium rare 了，伊人無聽你話啦，伊人單出條啦，人做好伊啦，伊真係好食。medium rare 是下面個 pink 咧，一個 slightly warm，淡薄嘅 warm 個。
哎呦，哇，哎呦，我看我 because 我到 Kansas City 食 steak 真正。哈，你人嘅白真正好，Midwest 嘅白真正好。你捌知無 Blue Black？你捌叫 Blue Black 無？我唔捌食過，特別我知我聽過。哈，哦車，爆車。Blue 伊人講 Blue Black 是一外邊啊，差不多被整個臭氣大了，特別那邊啊個車個。呀，啊，我英國人做啊！แล้วลูกอีกแก่ขึ้นเลยอีตัวเต็งเสียอีกแก่ที่ปัวอีก็เล่าหอยก็一個英國人，我想到是咩都講 blue 我想伊牛吧，我車咧也結煮嘅 blue 伊個正嘅正嘅我車。無伊人是伊煮，伊是外口食快火食紅火煮嘅外口燒起，特別伊 because 伊火食快，所以內面冇 transfer 啲 heat 個，所以內面 still 是 raw 個。啊，我唔食過，特別我 OK，咱講OK steak 啊 ，steak 咧我第一暑假我頭，哎呦，我家姐會做咩食啊？當今。After the show 咪去食這位食有頭我是個食是我是個這人是個食 filet mignon 係我冇是個食 filet mignon 我是個食是我這邊叫做 either New York Strip 或是 Kansas City Strip。New York Strip 真貴啊嘛，唔是咩？喲，我第件食誒，伊油啊邊啊油個料啊，喲咁香，你爆掉啊，伊咖喱伊個口伊油咖喱爆掉啊，伊油轉出來就香誒，哎呦，我第件食，我第件食，那就是幫人哋混，係啦。對啦，哎呦，你拍到伊個邊啊，你伊成 grill 咧，是你燒到淡薄暗，淡薄伊 charred fat 啊，哇，咖喱咧，一爆到入面，胡椒泡掉，哦，就，你會食有大地 steak。哇，頂到會食當今未咯，當今我係食一包頂到是。16 ounce，定一我家姐講去食一地32歐呢。哎呦，兩人 share。哦嚇 share 啊。嚇。32歐一人食未啊？嚇，我食到有影是頂大。好食。大地，好。下面物件安怎煮？下面物件來。伊 normal 愛看煮嘅咯，就食愛看出安尼咯。下面 cut。喲，我未曉咯，這裡。等陣。Sirloin。嚇 ，sirloin 對。Sirloin was the favorite sirloin 嘅 flavor 是最好嘅，我感覺到。Sirloin 講呢塊咧，即係最好較好食嘅 lamb 啊。New Zealand 嘅 lamb 啊？應該是 New Zealand lamb 啊。邊啲 swimming club 嘅呀？較好食嘅，椒魚嚟頭下。我是個只咧。應該講一句 orgasm。orgasm 你冇法。我想你食咧，出去學啦，學嘅講。學嘅。OK，我等陣 OK，等陣講到對卡等陣我個 list 個哪裡個，即係 chicken chop 食不，即係 chicken chop black pepper black pepper chicken 冇，แล้วก็咩啊？ Fish and chips 對，แล้วก็ตำ啊fish and chip 好料，我哋Oxford City 食哎呦好料。你是嘅落邊啊？冇啊，要是食講錯啊去。我愛，我就是個食 fish and chips。哇，計大盤呢，加俾來邊，我跟你講，冇菜掉。你夠知下大盤，我就見。你是哇！哎呦，這邊嘅 fish and chips 啊，真係我看了我直直想到馬來西亞，因為這邊嘅 fish and chips 人用 cod 啊。係啊，你若是去買 fish and chips，這邊是差不多5半安尼款，一個 portion 嘅 fish and chips 5半是話去馬來西亞嘅鐳是20個啊，20個30個了。Codfish 喎，codfish 幾貴咧？ Codfish 啊
安尼大，安尼大，哦，變起來安尼大。特別我想啊，你若是買 codfish 喺馬來西亞安尼大，哦，你開幾那百咯，啊，一路被邊啊是，這邊啊，伊人是邊破檔嘅魚嚟，這邊特人本食嘅，人家人係咁猛虎呢哼，對，哇，或者去英國時啊，我特別坐去地好似係 fish and chips 食。哎呀，你弟弟我甲你講咗真好呀，你弟弟講呀，我本去教啲嚟啊，你本弟弟講呀，我固定我本食呀，你本電腦講呀。我我特別講嘅係 black pudding 冇。好料咯，我暑假咯，嗰啲唔是怪咩？因為我冇食白嚟嘅人啊，我本會曉食 black pudding 啊 ，black pudding 是會哦。是血嚟啦，血 sausage 特別唔是成個食咖喱米飯嘅血，你知冇？是成個食 sausage 呢？哦。有白本來裡面有白係血。冇，嗰了是血呢，血กับ依個肚背，依個肚腰。哦喲。好食本啊。肚腰啊。唔是好食本啊，是直頭真係好食。哦，你 describe 下伊個味素是安怎？哦，你加入喙吼，伊樣，安啲你個喙味咧吼，伊有淡薄澀，伊無成個人嘅食咖喱麵，好似裝嘅杜回度，伊會較粗淡薄啦，把伊個 taste 有影是，哇，甲你講真係，我袂曉 describe 互你聽，真係香下，一直香，真係香，伊無成個人嘅，伊無成個人嘅。咱嘅杜血吼，咱咖喱麵杜血，但是食了伊都會臭水味，伊會無臭水味嘅咋？是臭水味，臭咧 iron 嘅味。對。冇 iron 味，特別我袂曉變互你做阿種 ，because 我無食伊個咖喱麵。無食咖喱麵。所以我知一種嘅血呢，係你是 black pudding。我知一種嘅血，我家姐，OK，我。就是我知道我對新加坡，我知道對檳城橋 on the way 對時我 stop Singapore just like one night 啦。然後 because 我 transit 嘛，所以我叫我朋友講到新加坡，我講你坐我去食新加坡嘅 hawker food，because 有一人教我講新加坡我冇食啦，檳城嘅好食，特別我要 try 食新加坡嘅 hawker food，我看到成個真好食呢。叫伊坐你去。冇好食。冇好食。這是檳城嘅人講啊。我人食福建物件嚇，我人攞得福建嘅人嚇，無可能會接受伊人收得福建嘅人會食嘅。特別even 雲吞麵，你本未接受。伊會炒粿條我未接受。特別我炒粿條，我咪 compare， 我咪食 only as 伊人 intended for 伊人嘅話 ，because 咱未使講人 compare 人嘅 compare 伊無相，我咪食伊 from the standpoint of 伊人 own food，咪 compare 到檳城嘅物件啦。because 我看到 ，because 我 feel 到呢，我 sometimes 我。細漢甲大漢，我非常 miss out 去嗰啲 southern 嘅新加坡嘅 hawker food 啦 ，because 有時別人食對自家好食嚟講，本條應該是一袂歹嘛。特別我是感覺到人檳城人係去 compare 啦，比較人嘅檳城嘅物件 compare 到樣啊，變做無我會成個 fairly judge 伊嘅 as good as its own。我係中嘅人啊，老實講下，檳城嘅 food 較好食。OK，我甲你講，羅行 maybe 你會使去吹，就是沙爹米粉加白炒麵，羅行你去 try。白炒麵好食哦。Because Malaysia 我要食咩？我要吹伊個 Rojak， 新加坡嘅 Rojak。新加坡係咩？新加坡版煎粿好食。Rojak，我要食新加坡嘅。定件 Rojak，嗰是唐人嘅 Rojak。我冇得知。你講起普羅了啦，這是講啦，我食。而且，咱講到對，當今 before 聽到嘅是人阿冇食，嗰種咪嗰種較濟咪是海南人阿冇食，對，人食嘅是。對，所以咱會到底檳城當今，你要食蝦米阿冇食，正是阿冇食有蝦米店。你人唔是有一間 Eurodeli 啊？Delifrance？ Gurney Eurodeli。Eurodeli 係咩？迄個 German 嘅咯，食杜拜啊。哦，食咧 sausage 啊。
那個哦，你冇咪食過喎 German 即係樣煎嘅係嘛？煎嘅燒啊，我咪食過。有的人會煎咧吼，定個人巴肚嘅你講啊。係啦，我今日食咧杜卡錯。哎呦，我馬路頭晚見到馬路甲食呢，哎呦好食噶。呀！啊，這邊 KL 啊有幾間啊煮菜嘛是有煮。煮菜煮阿冇食咩？無紅毛德國豬手啊，伊會博得個。嗯，聽我講食阿冇食喎，成個 OK 開車來開車。哦。hello。開車你邊頂愛去食阿冇食啦，唔是你海南人阿冇食啦，唔是chicken chop啦，你要去蝦米店食？食蝦米無上快阿冇食。阿冇食。嚇。normal 嘛 James Fu 咯。都。normal 地 normal 啦。James Fu 是，你是海南人嘅本嘛？你話人啦，馬來西亞話 Fu 你 chicken chop 咪肯定。伊開甲真濟勁了嘛，同佢伊最成功。好似我冇去過。海南啦，海南你要去經濟啷會知哦，海岸啷知哦。嚇，冇聽過。海岸伊chicken chop，人家really是個幫海南人樣做出來，人家冇想。得咯，海岸啲得咯，海岸是這裡冇乜。海岸啊！你在個幫Kintalan邊啊 ？Kintalan 哦。tapi 我去別個時陣是要食，啊冇食。我大 club 啊，P2 club 伊人做真係做真係好嘅啊冇食啊。阿咪看呢阿冇？P2 club，較濟是阿冇。即係英國嘅，英國嘅物件。英國物件係咩你講？伊個 breakfast，伊人講本有一個美國嘅 breakfast 啦，特別較濟是你食嘅時是，嗰了是英國嘅物件。伊成個阿你紅豆。無有 baked beans 嘅，伊人食 baked beans 啊，美國嘅人都無食 baked beans，是早起時嘅嘛。對。所以伊人特擺半有 baked beans，แล้ว第好嘅點心是阿莫丹隻嘅點心，伊人做伊 Christmas lunch 啊。嚇！我當值。我本會比本 ，because 有一道我大條餅阿莫丹隻嘅事，伊人做伊人嘅 turkey 啦，本有比。開雞，伊人做伊開雞，咱本做有牛肉，咱本有羊肉本。我上次個食阿冇食你英國嘅食是，我特別看嘅，我冇自己冇食過，就是 popovers。嚇？係咪嚟 ？popovers 是唔是 ？popovers 是你食到你Sunday roast 是食咧？唔是 Yorkshire pudding 咩？Yorkshire pudding 啊？伊 Sunday roast 下底迄個物件 Yorkshire pudding 嚟啊 ！Yorkshire pudding 唔是 pudding 嚟，唔知係咪所謂伊人叫伊 pudding。伊是落地嚟嘅。Popovers 是 Yorkshire pudding 啊？等我吹。Popovers 是 Yorkshire pudding 是用 batter 做嘅，用呀，你係啲麵粉嘅 batter 做嘅。嚇了。哦，真係是美國叫嘅啦，人阿冇人冇叫 Popovers。Yes，Yorkshire pudding。啊 ，OK， 人叫是 Yorkshire pudding。OK， 我看成個真好食呢。嚇。有迄個白雜。等我 share 來看。screen share。嚇，伊用伊白油啦，伊煮出來伊個油。Google Hangouts。哇！你過來聽不要聽。有油嘅物件你都暑假咧。安怎好啊？係咪嚟？而家唔知啊，即係要用米粉攪個水，係淡薄鹽。有女啊？即係 sorry， 一粒女個水個米粉，你攪可以結了，你係啲入邊咧，你去背嘅時特別用牛油了。可以吸香啦，然後伊做要真扎熱做好你嘅電爐做要真扎熱，係入邊咧一碰起來咧，看你會看到啲
看啲小英。伊外口garing ino。外口 garing 那邊成個淡薄成個 roti 嘅呢。真係好食了，uni 嘅 gravy 夾咯 gravy，uni 嘅瓜真係好食。我就是小隻之類啦，哇！人叫這個 Yorkshire pudding。你講不當嘢啊？OK， แล้วก็有係咪實際 typical English meal 是安怎款呢？講啊 ？Mushroom soup。mushroom soup， 然後有係咪款嘅 soup 啦？然後有干那 mushroom soup 啊？然後這邊係咪款嘅 soup 誒？ Jerusalem artichoke soup, Stilton soup. Kalau hal sika Stilton soup 係咩 ？Stilton cheese 嘅 soup 咯。哇，真係好料，真係lemak 咯。tapi 你特別冷天嘅食誒，你但是要食啲熱天啊，一想你會熱快熱啦。真lemak 呢？OK， 今年未使食吧咯？今年吧咯教咗了。只西邦未出。係啦，你食咗流汗嘅半死，我根本就熱啊！你食咗你別去快去食阿三laksa。OK， 我有一個 discount code 了。阿明 ，BGHK 就辣。BGHKJELAK 啊！我等陣特別寫起來，我未記我 discount code。這個 discount 啊！我打三出未記講啦，同佢講。個攤 discount code 特別是你 discount code limited 嘅啦，甚至聽到人用起就冇啊。แล้ว這邊英國嘅物件，第英國嘅物件是啲人嘅燒古巴。燒古巴係咩嚟 ？Roast pork。Roast beef 啦。Roast beef 是係咩啊 ？Roast beef 是成個 roast beef 伊人食出嚟成個 silver side 啊，係tenderloin。แล้วลูกที่係啲那邊啲電爐燒啦，ลูก個 mustard กับ鹽กับออจูหุ่นที่กว่า邊，แล้วลูก係啲那邊啲電爐ลูกที่ปุ๋ยลูกtapiลูกปุ๋ยลูกจะไม่用meat thermometer บะ thermometer บ่ลูกจะสิลูกจะไปลูกจะไป做ที่บะ那邊硬個嘅，ลูกไปใส่ปุ๋ย可以กันแล้ว食，อีกันแล้ว食一部係咪好食啊？而家炒茶盤啊！一定。แล้วอีลูกจะอะไรกับพุดดิ้งอ่ะอะไรจะอะไรกับYorkshire pudding กับปุ๋ยปุ๋ยเสียวกันตันจูกับไข่啦。เป็นยังไง都係太正。potato。你要排除啊！你去邊咧就要排除。我回路啦。Sunday roast 有蝦米物件？係你是安尼款啦 ，Sunday roast，Sunday roast 是蝦米白半嘢啦，你有古白。แล้ว人ท่าน是 Easter 點先？但阿冇人去買羊白แล้วล่ะ ，so Easter traditionally 人食羊白嘅。做咩事咧？做咩 Easter 是咧 ？Lamb 咯 ，Easter lamb。哦。because 一隻意思啦，lamb 嘅點先是ท่าน啊 ，lambing。個 Easter 是成個 rebirth 嘅意思啊，所以 lamb 是真正四隻，一個耶穌是 lamb 啊。哦。啦，就是a lamb of God 啦，lamb of God。because 人traditionally 伊人猶太人，伊人 lamb 是用做 sacrifice 嘅，因為 lamb 是做 sacrifice 嘅，所以人嘅耶穌是成個即係 sacrificial lamb 嘅，可能人拍死耶穌嘛，人吊死耶穌，所以是成個 lamb 嘅，所以 symbolic 咯，意思做 lamb 咯，所以人食 lamb 嘅咯，意思係點先啊？所以即係嚟嘅後禮拜人就食 lamb 了咯。所以 lamb 本係燒。燒雞本有，燒灰雞本有，燒鴨本有，燒goose。所以你是 Sunday，你就 before 你人去 church，你就下迄個白啲攞嚟點。係大乜啦？對來就有通食了啦。對來是有通食了啦。對來是本會有下你會簡單煮那邊去燒 roast potatoes，本是會有了你去
殺類菜咯。哦。應該將阿嬤有食鴨本哈，人有食安怎無？Dark coffee。我人真正變定到真看是一間真正好食嘅鴨喲，咖喱，特別無想整鴨無咪擺。換鴨。啲Arkansas 啊，有一個生理，特別 Thanksgiving 嘅時，伊人做隻物件，我真正要食，我要去美國吹，要食，伊是叫 turducken 都在上面。turducken。哎呦，我梗見吹啦！嗰啲嘅在上面啊！即係貴雞啊，即係貴雞，你煮起入邊就係鴨。嚇！然後伊貴鴨，你煮起入邊就係海雞。哇老！嚇！我想講電視機都只愛杜多字，對。杜多字雞驚。對。你講等食北嚟咩？這裡是 Arkansas 呢做，แล้ว我ที่ทักที่這裡報紙伊人講啊，伊這裡生理啊是這裡寫嚟生理呢，伊人冇 export 嘅 license，伊被 export 去出去伊嘅 state 本被 export，所以人 Thanksgiving ที่ Eastern Seaboard 嘅位啊，伊人若是被食這裡得㗎啊，伊人現都被塞落去 Arkansas 去買這裡แล้ว塞對去人嘅厝。Because 伊人冇 state export license。我這個 meal 我真係 heavy 咯，我真係重咯。特別你若是嚇，你做你真係要嘅時，你都會在掉隻。咁你隻人是做隻隻咯，成 Thanksgiving 啊。你不止你嚇，你叫你貴劇整，咁你朋友嚟隻咯。我講聽我一個朋友，我一個老朋友啊，諗下齋有你捌拄過伊伊名咩啊？伊名做 Maggie Mee 咯，我聽過 Maggie Mee，我新加坡朋友。係啦，去新加坡嘅啦。伊嘛是伊嚟正隨我時，伊嚟 on Thanksgiving Day 嘛。哇！伊真暑假誒，伊真歡喜呢 ，because 我煮 turkey 啦，加了物件，哇！伊只個老咗。哇！伊是我一隻搞做 turkey 啊。係啊 ，turkey 咧應住啦。我老實講兩聽阿莫食好哇，阿莫食是第應住了。我唔知人安怎。特別無，你未講應住咩呢？伊 simple 啊，特別你 technique 啊，加你 experience 啊，要緊。成個 turkey 只人咪是煮，特別煮嘅 turkey 大，我哋見。定嘅，我唔知見咧。我特別以前就淡了，前就 juicy， 係咯。因為我係配啊，我係配唔啦，我係 turkey 嘅配啊。我係 turkey 嘅配個加రిం嘅啊，反正就是你嚟。蘑菇，我做你知。Yes, OK, on。應該講我聽了嚇。Next turkey。應該點樣做你 turkey？我你 turkey 你都被 based。The secret 啊，就做可以真正淡，真正好食是你都被 base。แล้วก็一行，伊你再無你 turkey 嘅阿莫君。ลูเบ้ตะกี้สิยังจะมีอามากุนชุดแล้วล่ะแต่พี่อามากุนนะชุนนะแต่ต่อไปชุนจริงจะเจ็บพอยโอเค so here is the secret ว่า講你聽ลูชุนในชุดละบินะคิดแปลหอยเอี่ยพอยขี้ลายต่ำโปเกากับเอี่ยแหงโอเค so ลูแปลในชุดละบินเกากับเอี่ยแหงอ่ะหอยคุยหอยลังแล้วลูปุ่นหอยหุ่นอ่ะปีกิ้งดักนะแล้วก็เชี่ยหังลูกยากูอิวฮะลูกยากูอิวอ่ะจีขี้ละบินจะเป็นเดี๋ยวบัตเตอร์ฮะแล้วก็ไอ้ก็เดียวจีขี้ละบินอีพอยเต้แล้วบอยไลลูกยาเบคอนลูกไม่ใช่用 back bacon ลูกต้องไป用 streaky bacon OK streaky bacon 有真正一個油嚇，แล้วลูกแห่一個 streaky bacon ที่一個แห่嘅頂邊แห่個卡米起來แล้วลูก夾去ปูแล้วลูก夾去ปู頭先嘅時ลูก卡米起來用一個鐵爪用鐵爪卡米起來頭先
boy 嘅半點鐘，你較開伊鐵爪，可以燒較好食，安尼款你較好食，真就好食，我 guarantee 咯。伊興白，真真軟，個真淡，個真 moist。我做特技嘅 method 啊，咁你到底冇想？我是 America's Test Kitchen 嘅 recipe 嚟咋。OK。有時 because America's Test Kitchen 係 scientific 嘅嘛，test 冇想。等陣大粒頭嚟啊，大粒頭嗰啲。歡迎。Hello， 大粒頭同你講。係大粒頭。我講下阿莫子啊，同佢。แล้ว我係特技時咧，我未記帶嘛啦。特別真，你做特技啊個特估？看咗大隻咯。About approximately 16 pounds 就 12 pounds。3點鐘。我係差2點鐘啊 ，about 12 pounds 啊。你做呢款我是20 minutes per pound plus extra 20 minutes。Why 啊？呢啲就出名嘅 method。你煮嘅時候，你實在 only 你 salt pepper，then 你把你要緊特別大啦，特別切開伊嘅你去記。別可以配咖喱，你特別大。แล้วรู้ว่า butter กับ melted butter บวกอีอ่ะสิกับ salt pepper แล้วพออุ่นจิบขี้สิแล้ว oven เนี่ยสิอ่ะอี oven จะกวนเนี่ยอี temperature แต่ว่าก่อนจะว่า set เลยบ่ลูกไป講嘅ลูกน่ะสิ有人做可以燒頭先แล้วปู較板有嘅人ปู較板แล้วบ่來燒較大我看我哎呦我 recipe 做嘅得落去啊我未見咗咧，伊個test kitchen，因為我冇曉我嘅 recipe 了撚啊，伊是加大，伊 actually 伊是 start 先，即是 for，特別未見人講嘅，特別真冇成，特別加慣嘅 hit 啊，特別你放你會記啊 unique 嘅時候再個點，你放學邊過來的。我知，可以背搖個了跌落去嘅興，所以伊 breast 個冇 heat，伊卡伊未快食嘛係較慢，所以伊會成煮咧嗬，伊就差唔多有嘢就咧，你個冰過來個煮個嘅唔得about 45 minutes or something，你係哎喲，伊配個雞咖喱啊，裡面把個 juicy membrane 乜嘢。對，所以你 man base 啦 ，because 呢個叫 base 嘅。伊興嘅餅落去頭先，特別我買做呢款啊，有刀我補嘅可以嘅是真係大隻，我買我煮是我買去凍伊啊，我買去伊起來了。The only thing 是要只坎坷嘅，就是你會冰嘅 ，because 你只抓嘛，你抓個大隻一個 juicy 啊，你就只坎坷啦。哎呀，我是講，就是 recipe for disaster， 我驚。哎呦，我是講，我只行，我把煮嘅款了多冰伊頭先，你掉伊個興就好食。特別啊，你若是無夠做啊，你做開伊個開白啊，伊個腿個白先大。哦。我第一件是伊個腿，我是講伊個腿呢。我是個腿。所以我特別包伊用 bacon 包伊可以。是。OK，go 後面來把行啊，我只出嗰一幾個咩？大粒頭。攞流挪。大粒頭，你大粒頭你是個食阿莫子啊？後面阿莫子啊？唔嚟出邊，我suka食都是 dry aged steak。classic 我嚟講嘅。steak 我諗你講佢啊，好聊啊 steak 講你做看，你自己做啊？我冇自己做啦，我 just 去出邊有 steak house 去出邊食 ，because Kansas steak house 便宜。少咗我咪講正面位食。冇 barbecue 咯。所以你食安做款，大粒頭，你食安做款。 steak house 啊？你叫佢安做款？一叫就是 rib eye。rib eye 冇食。prime rib eye。特別你。安怎煮？medium well。medium well 個一人 medium well。你驚硬呀？你驚 medium well 上硬呀？我假使我食上 raw， 我條命，我冇命話。How is true? Because medium well. Just make sure it is cooked 啦。
嗰時頂我未記了啊。都驚破病啊！我真係未記啊，because 我冇困醒了，問我。早 few weeks ago there was actually a study if you 食steak raw 上次 there's something like there's a medical journal that recently 冇 publish 我未記了。哦，特別你燒嘅時間，你會 hydrocarbons 佢較慘，較濟 carcinogens。來了，我是因為是想你所 serum， 你慢慢死，你所 Marlboro， 你死較快。哪有可能咁講？下面你食下面啦，但係我冇想象嗰物件，我講你人嘅頭腦啊，就了啊，你算成了。你若是 suka 下面啊食，像個我阿公講啊，食個死免死無食。是我媽講，我今晚巴死佢有死。係啦，今晚做巴係貴。嗰次行好食嘅就是if you 係吹掉，前兩天我吹到啦，比是吹掉嘅是 try 看，rosso buco。osso buco。哦，osso buco，嚇，咱是貴來講意大利嘅物件。嚇 ，OK，yes，yes，osso buco 係好食。osso buco 好食，特別坎坷脆。osso buco，osso buco 是唔是 shank 嚟？osso buco 就是呢度是肚卡嚟，特別的 upper part of the 肚卡。好食。咁慢慢去煮嚟頂煮。就是食久誒，成個咬like 6-8 hours 啊。你食 eat marrow？ eat marrow and all these things 啊。我驚食。我不夠錢好食。誒，你睇 long 食隻 marrow，成個薄到啲 toast 嘅 marrow。我冇下面好食，我記你。你睇做咩做乜驚笑 ？It depends 啊，你未好煮嘅時食成個爛嘅呢。爛冇食咩？爛好食。爛好食。爛 marrow 可以其實。New York 或 Boston 都去吹好嘅 chef， 伊嘅 marrow 真係好食 ，yes。哦，我是講食 marrow 咧，一來嘅時候你薄到啲伊嘅隻 toast，然後你薄到啲 toast。哎呦，你知啦，毛菇油油嘅嘛，我突然之。對啦，油油嘅。我唔知死，但是心臟病死嘅咯嘛。特別真係很khó講啦，特別 I mean marrow is 你食伊 bone marrow in terms of doctor and doctor 講，我哋agree bone marrow is 真有 disease 嘛，是唔是？唔知啊 ，bone marrow 特別人係咪？冇啦，因為是煮貴了嘛，那有冇蝦米水啦。我冇呢啲 marrow 冇成成很少。neural tissue 有 prion disease， 人叫 prion。brain 我 definitely 冇食。嚇，你若是食成個搖嘅腦啊，搖嘅腦。我較驚你會掉，成個Papua New Guinea 有邊個人食腦嘅啊？Coral 會掉。我冇咩食腦啊。你會掉 new variant CJD。New SBCJ 哦，腦就吹死咯。關是 OK， 關是 OK。肚腦所以係都 not anything to do with now。係咪 neural tissue 就有 prion 呢？我較驚啦，我冇食腦，特別我冇食白奶。有大嘅 disease is 你人會估掉咯 ，imagine 你食了嘅時，你嘅腦是變成個 Swiss cheese 呢。看是看去。Cystic disease。Basically 你腦變 Swiss cheese 咯。你 slice 就嚼。誒，fondue 你講 Swiss cheese。fondue 我哋見啊，真係硬燒嚟煮啊！哎呀，你若是真係要啊，免食 fondue。你免食 fondue，because 你要嘅時，你要煮個真係濟啲入面啲脆啊，你定咗燒你會煮嘅。誒 fondue 馬來西亞有興嘛？我看特別係啲馬來西亞應該是食 chocolate fondue 呢嘛。chocolate fondue 呢咯。冇 cheese fondue 誒。我是個 cheese fondue。cheese so far 我 try 過，冇啊，我 try 新加坡呢，馬來西亞唔捌。
哦，你講啊，你講叫新加坡人食是伊人夾一喙啊，個運動對無？啊！冇啦，冇啦，要較你聽我講啊，fondue 是阿摩嘅碌碌阿摩落落，啊，阿摩係碌阿碌摩落啊，啊。對阿摩落落。actually 我講喂，朋友人講只螺咪是成個 fondue 呢，我講。食甲你嘅親情爾啦，啊無我個你啦，人嘅熱甲了係。我人到處個結做，你冇啦，你唔是everything 是 bite size 嘛，bite size 你有那點你就食了嘛。to you is bite size， tapi sekarang American 嘅 bite size 加 Asian 嘅 bite size 無相哦。啊，了人嘅喙都無相哦，有大人成個查某呢，伊人夾成個鳥鼠食呢。啊，牙切除了個係，牙切除了個碗入邊個一刀。特別 fondue 啊，你好似係伊煮食 fondue 雲你料係就是第位啊。啊，用 roti 去抹起來，伊插冇插一單咧，一地，你看 crispy 跟伊成日轉佢地薄嘅，你餅你啊，成個人食你 bibimbap 咪是一地你拌嘅咁個嘅。哇啦，有着辣都在有，但是都沒辣椒。有椒 ，OK， 你講邊個？我 actually 忘記邊個啫？fondue 是 oil 咧，我唔講個 barbecue 個。oil hot oil， 誒咪 fondue，你嘅 steak 有陣時你 instead of 係 cheese 都係 dry， 油咯，你就係咧拆咗其實嘅去煎啲油啦。嚟咱講 Kansas City 啦，即 barbecue。barbecue， 美國嘅 barbecue 加Malaysia 嘅 definition of barbecue 無相。Correct，我去美國我講和這裡美國人講話 Southern barbecue，Southern 嘅人講 barbecue 是行物件呢。你袂使講你煮你夾你嘅肉去煮啲外面啫，人就自己講是 barbecue 了，唔對，正嘅 barbecue 是一行呢，是 Southern barbecue 是你係你嘅規地肉，你鋪用燻 smoke， 燻下鋪伊。嘅咩背，了解真係lemak，真係女。more complicated。啊，嘅咩啊嘛？barbecue 啊。嚇，一隻 because it's four regions。伊唔是用direct heat，伊講嘅，同埋係 direct heat 啊。我 explain。嚇，個 region 係獨立條講一條有 region。America barbecue 伊有 divided into four regions。One is Kansas City， Memphis Tennessee。South Carolina 加個一個都是 I think West Coast 呀 not mistaken 啦。West Coast 嘅咯。係 four regions 以來 there are subtleties that 有 subtle differences 啦。tapi 人講阿摩加嘅 barbecue 有 actually 兩項，一個都是叫 dry rub， 一個都是 wet。dry rub 咧都是伊人用伊人嘅 spices。大無淡嘅，所以就是 imagine 你成個寬嘅，香港嚟播，開人係咪講咧？是骨頭啦 ，spices 做嘅啦，你播嘅時，你 usually if you prepare 就是你播半暝，你播嘅時，你對煎你 spices 煎搞咧時，你下掉你 barbecue， 你 make sure 你嘅排骨都是大嘅，唔是淡嘅，唔使有煮嘅。然後你下你嘅 spices 係咪講咧？你嚟 sit 到啲你 fish overnight。Dry marinade。然後wet 嘅咧就是你規地排骨，咁了落 entire rib 你去。你補嘅時，你 over time 你啲glaze it with 你嘅 sauce which is basically 你嘅 spices tapi 淡嘅 and then 你 how 你 glaze 嘅成個伊個 brush 伊個毛嘅 brush 就是成個 mop 呢啊成個 mop 呢真係膠真係 soggy 嘅
了後伊人補就是 imagine OK 咱 Malaysia barbecue OK how the difference 啊，咱 Malaysia barbecue 人食嘅就是哦，嘅是前嘅時有 barbecue party 時都就定去 grill and then 去 grill 掛 make sure it's safe， 但係 safe 就是 already all 了夾嚟食，就是 Penang Island style。跟住我會講你 smoke 啊 ，smoke 特晚開槍會做咩事呢？估嘅咩？依樣 smoke 啊，依唔是 direct heat 都係哦，依唔是 direct。咁樣講。So OK，即係咧就是咱 Malaysia barbecue 冇食。So now 當今阿冇 barbecue 後，伊人煮咧就是伊人下，伊人嘅 barbecue 嘅 grill。And then 伊人拉伊嘅炸糕，可以行了時，但係伊行好時了，伊下伊嘅白落去了，伊冚伊規個 grill 起來。伊冚伊規個 grill 時，伊炸糕就是無火啊，伊干那 smoke 呢，伊直直 smoke。所以嗰時人家己厝嘅家己做嘅，你 imagine 你 let's say 你講阿莫講哦 ，let's have a barbecue party in my house， 我伊人。假使 barbecue 就是啥，伊人8點早起9點，伊人 already start to 煮了，然後伊人 smoke 到 maybe 5點6點嘅，伊人過來 start 食。等陣我 clarify， 你嘅 smoke 啊 ，smoke chamber 你 smoker 加你 grill 個無相啦，你嘅 smoker 啊，你特別用 wood chips。伊人對用 wood chip 啊，伊就有查。伊個 heat 都是伊個 barbecue， 但係伊人下落去一冚了，因為 there is a side compartment， 伊人下 wood chips。Yes 啊。伊 wood chips 上個人有有絲啦，後面絲骨頭嘅茶就對啦，冇相差上邊。你特別直 top up 伊個 wood chips 誒，所可以烹。你驚你背後面做，你驚你個 wood chips。做咩事要做 wood chips 啊？就是一下伊無相爭嘅味。所以伊 feel 是伊個爭嘅味落去啦。了伊個肉咧 ，because through 伊個 smoke 後伊煮咧，就是伊肉 over time through smoke 伊 smoke 直直 dry 伊個肉，直直 dry 伊個肉。伊無正一頭誒 heat 嘅咋火車，伊是燙過，伊攞到啲邊啊，咧伊攞到啲邊啊，咧白到啲一邊啊，咧煙接來時候，一定是就擺燙過伊白，所以煙嚟爆，所以熱氣啊是靠到啲一啲煙那邊會來的。smoke 真正久嘅，成日8點9點煮到 evening 5點6點過來食嘅。季節啊，大粒頭 the fourth region 是 Louisiana 吧？Louisiana 是水水，伊隻伊嚇，伊較水水。แล้ว伊 South Carolina 嘅 barbecue 有一項 unique， 伊人也有做嘅，伊樣嘅 sauce 較濟，你人嘅 sauce 是較烏嘅 sauce 用molasses 嘅，特別啲 South Carolina 嘅 barbecue， 伊人用一個白嘅料。呀，錯有錯那邊嘅啊，淡薄錯。我捌食就濃濃嘅，我捌食就伊烏嘅、個紅嘅、個白嘅。然後 actually 有個一個 region 啊 ，California a bit fruity 啊。有我冇食 California， 伊人參加嘅，就是啦，我參加美國嘅人啊，我係美國嘅朋友，咁了伊人無插嘅 California， 爸伊人講係你是。你是偏見啊？然後你那是喺啲 Florida， 那是 Louisiana 加 Georgia， 你知啊？伊人barbecue 啊，伊人用油湯嘅，你捌看過冇？嚇，伊人用一個油湯啊，白錢一隻。嚇，加啲條啊可以攞嘅，แล้ว有一邊是伊個掛冚起來，แล้ว個一邊係伊可以拖嘅。smoker 啦 ，smoker。伊個油湯 before 伊人加做 barbecue，of course 洗油嘅咧起來啊。Of course 啊。啲 petroleum。喂，即係安尼一成個 plastic 嘅味。OK，barbecue 啦，個咩個Italian 怎麼講 Italian food 啦冇講過 Italian 講怎麼講伊人食我 suka Italian 嘅 pasta， 我 suka 伊人做嘅款嘅 pasta， tapi
等人啊，佢較Italian 嘅物件，because 較像啊，較像，咱食嘅 spaghetti，大家但你講了像較食味嘅，你看啊。整個我諗這邊嘅，我常常有煮嘅，看頂到時啦，冇見背嘅時啊，我有煮成個伊個 spaghetti 嗬，你去煮咧，伊個 base 啊是真 simple 嘅，成個我係即係咖喱，攞嘅杜米本嘅，olive oil 嘅咖喱啊，嘅係杜米嗬，แล้ว係特別啲紅椒打紅椒乾咁煲落去，แล้วลูกอยากที่ชาหอยพังแล้วเอาสิลูกแห่ตับบตอกตับบ broccoli จะมีไข่จะมีลูกกี่แล้วลูกติ๋มนี่ภาษาลูกเขียนนะเขาเนี่ยชาแต่เขาจะ做อี10ตับบหอหาจูว่าจะ食呀出來成個叉米นะเขาเนี่ย成個叉米冇 sauce 本又冇成個 sometimes 你使放 sauce 你使係成個 crush tomato 啊可以做可以硬嘅 sauce 啦我真係搞煮我頂到煮就係 Italian food 嘅你煮是到了你食了冇咧我冇串嘅我只煮一個膠囊但是我煮意大利呢就是我煮真係大pot 嘅了我食 for 1 week 你隻巴沙咪是米嘅了去不sauce 是做料你別食是你你巴沙 separately 煮啦separately 煮伊 sauce separately 煮我煮嘅冇像嘅OK Italian food 想唔想 Italian food 到底本來講出大啲冇咯應該是應該會啦冇你別講 Italian food I think okay yeah I think even 有本好啊I don't think it's really冇講真係because 我捌食到嘅 okay when 我大啲 spaghetti 麵包 Pizza Hut no spaghetti Pizza Hut單節 spaghetti meatballs 應該係是你Boston 紐約是你我行路 address 啦所以我大啲 Boston 嘅位時啊我 apartment 啊我大啲 Boston 嘅位啊我住 less than a block away 啊有一個媽媽爸爸 store 伊個 spaghetti 啊真正好食嘅真係出名嘅喺 Boston 伊人 line up 5點 already 人在嗰邊 line up 了伊人食到去9點10點嘅 Kansas City 真係食 Italian food because Kansas City 真係食 Italian mafia 我 try country club 嘅 Italian 冇食 country club 係邊嚟Plaza 有你講Plaza sorry Plaza 會Remember kata lang kita burger then then there's a restaurant Italian restaurant 你坐我Brioche 呀Brioche Chain 冇咪好你若是要食Italian food 嚇你特別去 downtown 嘅位到底because little Italy 位啦到底下邊伊真係 rustic 嘅你吹你媽媽爸爸你特別去吹你好嘅話咧呀，你 spaghetti 嘅 flavoring 咧？是下面你看你要做下面物件咯？你看你做物件，伊有 carbonara， 伊有紅嘅，伊有白嘅，伊有just 干那 olive oil 嘅。olive oil。Hello。迄伊人就是我伊人叫。你第一是應該I think我未記伊個意大利名啦，但係 basically 古早嘅點聲嘅是，迄個就是無女人食嘅，人 prostitute 伊人食嘅，用 olive oil 了puttanesca olive oil 白嘅紅嘅，了個有我未記啦。特別我真係冇想嘅 shit 等陣，我邊嘅喎？我見你煮咗一個。煮咩？應該不。Squid ink 嘅。Squid ink，Squid ink 嘅 pasta 係是 sauce。冇嘅 pasta。Hello，等陣嗱，你諗講 spaghetti meatball，spaghetti meatball 是一個美國嘅意大利人。做嘅你若是去
Italy 你去意大利去你去拖 spaghetti meatball 伊人無做呢款物件。我捌去 Northern Italy， 我捌去 Southern Italy， 我唔捌看到 spaghetti meatball。你要叫 spaghetti meatball 是啲美國嘅 Italian 嘅 restaurant 呀。แล้ว嗰一項 carbonara 是規世界你都會隨談了嘅啊 carbonara。carbonara 是係嫩嘅。哈，第一隻嘅 carbonara 用heavy cream。No。有一隻 carbonara 別使係 cream，無 cream 就是貴。咁了伊料是嫩嚟，你拍伊嫩起來，了你嘅 pasta 抓是你淋伊嫩。你若是攪甲伊看成個 scramble egg 嘅時。無好了，你做小姐了，แล้วก็一項 carbonara 嘅白啊，你若是去 again 啊，規世界你都會吹彈 carbonara， 較台灣煮嘅 carbonara， 伊人用 bacon， 伊路袂使係 bacon 嘅，有一正意大利嘅 carbonara， 這是意大利嘅 chef 教嘅，講你都要用一項嘅杜巴油款啊，伊人叫關車咧。哦，關車咧是上加伊個，俾我伊個白油泡邊啊，嗰邊，你俾做白油泡嗰邊啊，你有淡薄一款嘅白呢，แล้วก็แล้ว是油了，杜油了，所以你就俾用關車咧，所以第一隻 carbonara， 你杜米伊個關車咧頭先，render 油。แล้วลูชูลวยพาสต้าแล้วค่อยๆแก้วกับอยู่กับอีกวันชาเลยแล้วแก้ชุดแก้เจ้าโบโฮอีเฮ้ยแล้วลูลำอีหนุ่ยฮะแก้วแต่พี่ลูเบก่อลูหนุ่ยเบใส่เซ็กลูหนุ่ยตัวเบก็ชุยก็จะเสียงกับซอสเนี่ยครีมี่เนี่ยซอสแล้วเจ้าลูเบใส่เฮกูเล้งอะไรcream โบเดรี่做這個โบเดรี่你好做把做材料是你做啊啫我不做啊我有一個朋友是意大利嘅人伊是特別 carbonara 是 North Italy 嘅แล้วก็冇講伊個soton 主要哈利是本是 Northern Italy 嘅你去 Northern Italy the Veneto or Venice 佢邊伊人做真正好食特別我是無食安尼款物件我嘅 partner 食我看伊食伊講真正好食煮起入邊伊應該嘅看了個原理就可以我食嘅 Italian food 我自己煮嘅 Italian food 佢就是 Southern Italy 嘅 food 但係我method 啦佢就煮嘅我無煮咧就較 heavy Southern Italy 較 light 嘅嚇แล้ว Southern Italy 嘅人本夠食熱對係 pepperoncino 伊人用伊個番椒瓜嚇番椒瓜真正像啊！而且我看Southern Italy 人煮伊個 method 啊，真正像甲人當人炒菜係咪物件有冇是像嘅啊？係 olive oil garlic 啊，係大部分就乾咧，後加啲菜去炒咧。alla olio แล้วตัวแลบเท้าก้อง嘅係 cream 嘅，係是 Alfredo。Alfredo spaghetti Alfredo。我 actually 馬路車呢，所以我係 voice 我係頭腦緊一段呢。你食物件，你食咩？我食，即係我自己做嘅啦，盡量different。你用嗰個麻婆豆腐。麻婆豆腐。嚇。煮加咩？煮加minced meat。what do you call this? My brain 未嘅。麻婆豆腐是辣豆瓣醬。對，買出邊嘅。咩物件 ？mushroom。香菇。and then 豆腐。都食得啦。celery 加。哇，好料咯。what do you call that? carrot。青蒜頭。葱啊！好料，葱。哇！你頭樣有一 fry 啊，你。我把你青啊！你有講話嘅。蒜頭加葱。炒了有一點隻我本時講，學愛呢，然後你佢哋把你燒起來。
了但是你食的是你杀你的面，你面上加面线，无甲肥淡薄啦，上加面线呢，你杀你面个了，你也淡薄，你hit 你的 sauce 你淋落去。你只牛豬一大包咧是直直食好咯。啊，我變大咧。一禮拜煮一道啊，應該點樣講咩？哦，我要講啊，我要解釋互人聽。你若是要食意大利的食，你袂去巴黎位，你都要去意大利，佮會食意大利。我直直吹啊！意大利嘅菜館啲英國啊、美國啊、法國啊、德國啦、西班牙啊，要看伊人有做伊正上個意大利嘅位，無伊人無做。人你若是食甲你會客定啲意大利啊，頭先啊阿妹食伊人食真正壞，9點10點個坐落食誒。了人伊若是食大隻啊，伊人較濟是4個 course，OK？ 4個 course。頭先，伊人食 antipasti 是細行了，成個伊人嘅切嘅白，加係 olives 啦，係 roti 啦，係咪啊 ？antipasti 食頭先，了伊人嘅 primi piatti 是特別是 pasta，OK？ 所以係咪款嘅 pasta 本有 spaghetti、tagliatelle、vermicelli、rigatoni。本有伊個包一包嘅是叫咩 ravioli 啊，伊人是較直接。雲吞，意大利我想講雲吞咧，了伊人食 pasta 是了嘅時，伊人食伊個肉是肉上加平常嘅阿冇食，肉加菜，加咪款嘅物件，了杯來甲食伊人嘅 dolce 是，salad 是參加伊個 secondi piatti 嘅。Secondi piatti 是第三嘅，就是我去意大利啊，特別是伊第三嘅歌手。我去意大利時我係個 confused，because 你食 salad 是 after 你食你 pasta。嚇，了pasta 啦，伊人叫伊 salad 來參加你嘅 secondi piatti，你 secondi piatti 食是你較舊你嘅dolce 是你嘅甜嘅物件啦。所以伊甜嘅物件本身，哎喲，意大利人真正夠煮甜嘅物件咯。我食到一道啊，我就講你就這個故事了啊。人食啊，到11點啊，你食人頭先坐落是9點，食到11點半，了伊個要啉 grappa 啊，然後我都冇啉酒嘅，我是坐落甲伊人講話，了伊人食嘅。做啊，這個是這個媽媽กับ爸爸嘅菜館啊，煮嘅檸檬啊，檸檬嘅河貝，我唔捌食過，安尼好食啊！你唔是冇食檸檬嘅，食老西唔是啊？啊，就是啦，我食伊檸檬嘅安尼好食啊！我就係啊，我老西啊，我上個要放屁啊，放啲屁嘅時，伊會使流出啊！特別是有好食，都是食個袂好使，真正好食啊，真正好食。Because 伊係檸檬嘅皮嘅油呢，特別我伊攰檸檬啊，伊加伊定面起來啦，我伊檸檬出，檸檬加起來係糖。ก็係淡薄嘅酒，แล้ว佢 freeze 做sorbet，แล้ว擠去那邊嘅檸檬那邊，แล้ว卡咪檸檬嘅卡那邊啦係啲程度，真就好食咯。誒，你把你 French， 講啦，大馬路講 salad 啊，人嘅 impression 啊，Asian 食 salad， 人想就是哦，你 before 你食你嘅 main entree 時，你食 salad。Actually, salad 人我知這裡都是French professor 教。你食你 salad actually 你食杯，你嗰時用 salad 都是夾來洗嘴。哦，你係你嘅 salad dressing 冇上下咱當人 typically 係 salad dressing 搞嘅。because 上下食菜呢嘛。炒菜 gravy 啊，人炒菜時伊個 gravy 嘅 sauce 搞嘅嘛，所以真係濟啦，所以咱當人 impression 就是係伊個 dressing 真係濟，就炒咱食嘅，特別
伊人阿毛搞伊人食的都是伊 dressing 真正 like 呢。所以上个人有大用人用Thousand Island 还是骨头啦 ranch 啦，最好的就是用olive oil， tapi 你 olive oil 就是 virgin olive oil， 真正好的 quality 的。然後你倒落去你 salad，and then just and then 攪呢。伊人阿毛伊人用就是夾來洗喙。lemon juice。伊人夾來 ，basically 伊人食尾的，就是唔是食頭的，食尾就是夾來洗喙的，伊 purpose。我特別食 salad， 我們成日到厝，我食 salad， 我 actually 我當時到做工時，我們是食到啲我 canteen 嚟啊，我是食我是食，較只是食咩？我就是食 kale，kale 哎呀，你夾食 kale 啊？我食個 raw kale 啊！哎呦 ，call 呢？冇 call， 等我 call。kale 有淡薄 cowboy 啦。哎呀，淡薄有咩？特別我食食 kale， 我係揀食 kale 呢，伊貴啲 kale， 然後我係 salmon。食 poached salmon 啊，然後我係特別 dry 嘅 cranberry 加slivered almond，and then 我嗰時我係 chop 餒 chop egg 啊，餒殺嘅餒，然後我都冇係即係 vinaigrette 冇係伊嘅係咪 sauce 係咪佢頭我冇係 ，because enjoy 係水堅嘅嘛。伊是水較重啊嘛，然後特別我不是個食伊迄個食較 heavy 嘅 sauce，然後我免學伊 sauce 嘅類哦，我就學佢坑咧咪就見咯，特別佢就是3 cost 4呢，我係實然後我出去，我夾到啲嘅 condiment 嘅 stand 咧，我係lemon juice 加 olive oil 呢，然後我係 cracked pepper、black pepper 同埋 salt， 我只係咁樣呢，即係半幾我攬4呢，大概幾4，特別我真係是個 kill 嚟喎。Kale 當見出名嘅 popular health food 誒 type of food 啦 ，kale。聽到 kale 自己嚟做 line 類 food 嘅啲嘅。係啦，古早都是成個 decorations 啊。當見伊人食 kale is quite popular at one time. Last year or 2 years ago, drive the price of kale up because 伊人用 for health food 嘅物件。你講咩人覺得？kale 本身就 healthy， 食 kale because 伊有真係冇下你半好特別有真係 antioxidant。哦好啦，你看我食豆白油啊，唔要緊，我食 kale。嗱嚟了，等我講啲 excuse。係咩？我食 kale 唔要緊啊，包就對埋油。OK。我食 kale 下對面300油泡。哎呦，特別 actually 唔知有影冇影啊！人講食 fat 都會掉 heart attack 冇得掉嘅。Combination I think of 這項 element。希望。人講 fat 成個人講人嘅 cholesterol the thing you have to watch out for is the LDL， 個 triglycerides。或者人就講過啊，你。OK， 嚟講到啲隻冇隻，我可唔可以講一項French 冇講句個 French 人食物件四頭版嘅，慢條你講，伊人食物件人慢慢食。French 嘅物件，你想到 French 嘅 food 法國嘅隻是想到咩物件？我想到一項物件呢，做。我想到去 French 食飯物件㗎啦，用頂嘅我就食 DL 了。咩物件？掉，毛毛菇只攞起嘅，依家見到咩嘢？Hello 嘅。哈！你未曉食冇食？嚟講個係咩物件？你想話法國食咩？冇背食，間人食 croissant，巴嘅。Okay. Tapi tio ia hot kok roti baby kepalang ni. Caki sia boulangerie pu pang ke i hian kia tiệm đồ kia. Lu baby ka pale roti wa sao te hoi roti wa chak city hot kok leo. Tapi Tết cổ roti cái hố à gì? Ý là Tết cổ roti是無相，你baby，伊人嘅 roti 較較 dense， 嚇較 dense，是無相嘅物件啦，
佢成個 cake 嘅，你看伊人德國，French 伊人德國做 rye bread，伊人嘅落地地好了啦。Fred，啊，做咩事我要真係聽毛毛菇啊？做咩事？伊就是只按攞隻老啲你未打閒啊，你要食飯嚇。係咯，แล้ว個老細，係咪是老細？唔知伊使諗咩出嚟㗎了。你家叫，你家就係你咩借落地啦？有啦，家己炸你知又好笑，แล้ว去牙 sandwich 啊，แล้ว牙係你買潮，牙係你胡話咯，แล้ว家己加鹹椒鏡點啲啦。即係哦，假如講見邊個派面呢？แล้ว看到看到 Chinese restaurant 咯，那歡喜哦，入去喎，哇！有陣時，敢若使入去，你要一個白飯，伊甲你稱，伊甲你買一個飯是要錢類，一路掉幾下菜。哇！我人嫌棄啊！啊？你衰啊！哈！了到你往食雜菜飯啊！你睇食幾類啊？迄邊食 I think 有80塊，頭一擺食80塊嘛幣。ringgit Malaysia 嘅雜菜飯。喲，你無去啲越南 restaurant？人家是你菜飯都是200人嘅。哈，炒麵勁滋味啊！勁滋味，你要咧入嚟炒，一炸出飯啊，你200人嘅。特別啊，法國。較濟伊人長人嘅外觀啊，較濟是越南嘅人啊，甲了。哦，越南對。即係說隨意，即係 sense 啊，越南嘅粉好咧。哦 ，Vietnamese 啊。啊，或者人講貴條麵嘅事，或者冇想講嚇。French 伊來 burger 啦，咱食伊來 cheese 啊 ，brie and all these things 啊。啊，我suka French bakery。我 always 我古早我到啲大學讀冊時，我嘅某有一個 French professor 真好誒，所以伊上個the way 我看就是伊上個 family in a way 啦 ，because 當個像咱新疆講新疆就是咱有新疆的 you know family 來 get together and 食 ，so that type of feeling 啊，咱到底這邊讀冊了，到了這邊也無蝦米有這個 type of opportunity。特別during Thanksgiving when 我大學嘅時，這個 French professor 煮伊嘅 Thanksgiving French style 嘅，了去伊厝去食，了 with 伊 family 咁了 every year 真係爽啊！我別講這行。Le français avec un fromage pour chaque jour de l'année. Et ici, 伊法國嘅人有一種嘅 cheese 和大節啲一個年。大節啊，365節，伊人本有一種嘅 cheese。哦。啊。大節不知無想啊。啦。一隻 cheese。伊人做一隻 cheese。老闆，我你可能 leap year 時 repeat 咯。leap year 有360伊人無了，360已經無了。想見你呢？想見你哦。阿韓啊，你suka食咩阿冇食？阿韓困呀。困呀。German sausage。你suka食 German sausage 啊 ？Yes，German sausage 對，我本suka食，但係我 translate 我妹妹走去食一條。阿姐 Alex 啊。大節本thân食啦，係你巴生嘅啦。德國嘅臘腸，係你是長人嘅臘腸。冇 ，sorry，係你是巴生嘅。巴生嘅臘腸。啊。巴生嘅臘腸。不，你 German sausage 按怎款嘅？哦，伊人本身人真係這種嘅哦。了解你，你知？我哋是 favorite 正樓，你會去試正樓嘅。哈，對，伊到德國嘛。Skyping me, hang on a minute. 是正諗是到德國咯，定到？你講是嗰隻 Frankfurter 啊？ Sorry 啊，老闆你做一隻報告 ，sorry。一隻
只拍音咧。呀，OK，bye。你個啊？我係個卡哇用 Skype 卡哇。這裡是正老個性格啊，伊朗對馬來西亞嘅時候，伊朗來去英國呢，所以伊朗嘅好話，伊德國嘅白嘅立場。哦。白嘅立場是用，哎呀，我唔曉講。白麗。冇，唔是白麗嘅，我都冇食啦，白麗。Villa。古鏡。古鏡哈，古鏡。這裡German都伊sausage有真正幾種嘅。真正幾種。你講對啦，冇講大禮拜 sausage 都是嘅 ，OK。有你食我白麗。伊係做你個大條嘅。冇啦，我都會食出了。你估佢個豆豆托卡啊，白麗啊，有白麗啊，有加嘅料，伊係 spices 上面嘅料，伊白 creamy 嘅，I don't I'm not sure 你看伊 meat also 你看袂出嘅。我知，特別我較濟是會食出嘅，我會曉食像個 liver pate 還是liver pate 我知伊味素是安怎款，所以我若是食着呢，我就知了。特別這個是真正出名嘅白嘅立場是 Bavaria 出嘅，伊人用 veal 嘅。伊人叫伊 Weisswurst 是意思是 white sausage，wurst 是 sausage 呢，所以 Weiss 是伊德國嘅話是 white 咯，所以 white sausage，所以這裡是正嘅 Bavarian 嘅 Weisswurst，哇，食咗真好食咯。你安怎煮啊？你特別殺伊嘅，你別使補伊嘅，你特別殺伊嘅，殺伊成個 Frankfurter 呢，你夾出了伊成個。按照講啊，個外邊淡薄 crispy 成個伊 casing 啊，伊 casing 咁啊，伊 casing 就叫 Q 咧，內邊 juicy。แล้วเราไปกิน即係開車都去到嚟知啊 Frankfurter。我last time 我到去 Frankfurt 嘅。哦，所以食未夠好料，我想你去檳城就一間。這邊有一個伊叫咩杜卡。杜秋啊！對，哇！這個哪個啊？我未曉名，我阿毛未曉。pork knuckle 啊 ？pork knuckle，特別 German 叫做咩啊 ？pork knuckle？我未曉。真德國有煮嘅款嘅菜嘅，嗰是人別啦家己創。伊杜秋啊？嚇！冇啦，伊人迄邊嘅出來啊！伊配食間，淡薄食間咱正嘅啊，食間燒白，哎呦好料！真係真好料，特別我嗰班其實我是買了家己切了炒番椒瓜。我豆腐。那係 spoil 呀！如果是咱，我就是咱，冇啦，你食上你上邊咱嘅燒白啊！冇了，干那一直。對。remind 我到啲 Boston 嘅時候，但是我半段住有一個Brazilian restaurant，我去買伊人嘅肉，伊人算埋就包嘅買伊人肉咧，伊人講你袂啱咪成個 buffet 呢，我講買我肉愛你肉呢，所以我買伊肉了嘅時，我轉去厝我去煮飯。你架即係毛毛菇拍未到啊！毛毛菇嘅結局日就唔大家。我記得啦，冇嘢。你買伊肉12塊兩人嘅食了，買的伊人算買的包呢啦，所以把12塊 sometimes 甲要嘅是14塊伊肉貴愛肉，要加人油嘅，要你厝嘅時你就是煮你飯要殺 vegetable 你會食了，反正嘛。毛毛菇，你哋去日本嘅時候，而家就係不容易哦。我也 pot 去過。有咩 pot？ mini pot 啦 ，cooker。了，日本冇咩？冇啦，你也去去 market 會買 fresh 嘅物件，都係家己煮啦。哦。那個家己加鹹椒去個啦。哇！你家己加鹹椒來啊？你咁冰又都去。係啦。
個 asthma 哥都叫條料咧。係啦，就是 typically 啦。你講話係 typically，你去外國，你先去阿摩做嘅啦，你去英國先做啊？冇啦，英國都制講有吞食咧。嚇，แล้ว OK 啦，較 relax 咯，對唔對 ？OK， 你講下咧，你去德國啦，你會食你 normal typical meal 先做啊？去法國，你哋會自己吹食嚇。就是伊個 fries 咯 ，fries 啲 basic 嘅咯，就是食咧成四葉多成咯。有一隻 fries 配三百不同啊？冇啦，家己sorry， 炸家己一包 KFC 嘅 chili sauce 去。Because 伊人無 chili sauce 嚇，伊人嗰啲是 tomato sauce。樣叫 ketchup。對，我負責，我去英國嘅時，我負責基本嚇，我去食 KFC 嘅時，我冇機會呀。你為什麼自己俾講冇 chili sauce？ 你若是要看出馬來西亞嘅流行啊，你看伊人食，伊人定着夾番椒出嚟。無多嘅番椒啊，這是馬來西亞嘅流行。無插燈籠番啊，嘅另啊，伊人加了不有番椒。夾番椒啊，自己夾番椒誒。香港路呀，肯定是咱特地馬來西亞啦，咱出來多，咱分析了的。特別香港人呢，咱無了啦。我無了啦，我睇到我小 Westernize 我無了啦。我是真有食。特別啊，我煮啦，我直直上番椒啊。你就上香蕉喎。冇我變啊，你看。那老的那愛食，那想愛食番椒。我真正關係，我未想過講去，我未想食，講愛食飯啊，什麼有啊，古一擺啦，特別我個無，我看老啊，我個想，我想看戲，我先看 YouTube 啊，看到人食 review 啊，咪炒米啊，我死啊，我未得閒，我要去吹米食。我未想過講我要食飯啊，你真有人成個要食飯哦，我一朋友。我記得，你點會食飯喎？嚇，有人是成個肥湯嘅，你看。肥湯。你是食飯？我唔會，你看啊，特別我那是看燈籠戲，看伊人食飯啊，然後我不會見食啊。是啊，我剛好聽到對 dangerous， 我看到我對了一個 YouTuber，伊是到上地啦，伊是美國人，特別到上地，伊冇是上人，所以特別去就是介紹是食物件，等陣去新加坡食，我未得閒，我未去吹新加坡物件食，就是。慘嘅啊！你別使要看伊食呀，啊，有多謝你看。只食Maggi mee咯。It's not just 腰呢啦，上個古早嘅時，我真久無對啊，15年、16年啊 ，even 你爸嘅時，你看你個亂老喏，不是笑臉嗎？笑臉。亂老。哇，大粒頭，你15年我冇明話，你終於去看嘅物件嘅了嘅。15年冇對啊。John 都到 US 冇食飯咩？冇食飯。我就主要就背翻馬來西亞之後。一部哦，我 because OK， 我講聽下咩事。我都應該會，而且都應該會啲出 rice cooker 無。有啦，我煮 rice cooker 在無？我煮我係背是那邊嘅。我冇食背嘅。我 everyday 我有食背 ，because 較 low cost 啊。我冇食背，我 only 為爸爸來時我個食背。有人試報告 Bruce 人試要煮 chicken soup，是伊個食 chicken soup with rice， 所以要煮一煲一背。伊我個邊個來伊煮佢一背嘅話，我真正少食背嘅喎。我比較少食背。我 normally 食白加菜哦。Hello。So more avocado for the 你係 B 昂，我內 B 昂，這裡是 basmati 嘅杯，加豬味，哦，豬味，แล้ว這裡 B 昂呢，這裡是香馬嘅杯，我個是個隻香杯 ，Jasmine 啊，Jasmine 個隻香嘅杯，我講你使白汁啊。
你使白粽你讲。啦，我是自家食，我是背後我是有煮着成個有啲菜，成個我煮牛奶雞啊咪，所以我夠煮背然後配。我未成個講特項物件咩配背，我是個人食啊，我食食煎內啊，我個人食煎內呢，我冇食食配煎內配嘅，你睇呢？哎呀，我講你聽下，有刀啊，我小林嘅馬來西亞嘅時候，我煮真係食飯啊料，我煮背啊，我日食個超。哈哈哈！即係而家食得簡單呢。有一道我咪是買嗰啲神拜啊，一罐嘅神拜啊，嗬，一煮背嘅就配神拜食呢。我大平時食啊，鴨咯啦，我自己買米去那邊煮肥食。到到嚟。when 我去做咩時啊，我自己買包米去那邊煮肥食。哦，你想食肥咩啊？我愛食肥啊！因為那邊個米掉啊，愛食肥啊！食個米的一些點米啊，一肥無香嘅。啊，對。我去一隻粗米種嘅。我去美國是我去 Florida 是伊朗食真係濟肥嘅，因為伊朗啲美國啲嘢啲較難嘅病嘅Florida 病。Southern 伊朗食肥。伊朗有真係濟 Cuba 嘅人，แล้ว Cuba 嘅人食肥嘅較濟，所以伊朗食真夠。伊朗食In美國 the southern part 伊朗食肥嘅。因只只係咪 rice and bean 啊，係咪講啊？伊朗 rice and bean 有咁多下面啊，然後有一個就是伊朗煮上來咱煮嘅肥，然後伊朗嘅 butter，係佢salted butter，然後點落去伊嘅肥，然後去辣，伊什麼要肥啊？係咯，冇變雞背啊咯。是不是雞背？特別冇嘅。伊朗美國 southern 伊朗食肥較濟。Especially 伊朗荷蘭食半錢啫，呀，加半件嘛。我係 identify 個伊朗。所以我喺美國呢，但是我出去食，冇食半條件啊。我出但是 special 我冇食半條件啊。But usually 我食半較濟 ，because 較 low cost。較省。做半了落去，那啲菜 lettuce 後面你買咖喱，薄你咖喱落去，然後係要你炒㗎 ，whatever 你 lettuce 炒了 ，OK 你炒了，然後你把這幾行，然後你食啦嘛。配嘅呢，我問啦，上個我 parents 上咧，因為特別配配嘅呢，我想要食雞，我食 roast chicken 啊，我買 roast chicken 我食 roast chicken 啊。哎呀，John，阿伯，John 啊，我企喺Walmart啊，後面伊拉有啲 rotisserie chicken，買伊嘅 chicken，回來要背。喂毛講嘢。買伊 rotisserie chicken 回來要你對廚煮背，然後 maybe 沙菜就冇嚇。喂毛就成日看啦，我特別去 Costco 時買一隻雞對來，伊隻伊雞。伊煮肥，然後伊成個煎類也是炒菜呢，食，然後是伊雞蝦白出來一骨嘛，就叫煮糜。呀，要炸香蕉雞喲。你自己做什麼不拉真哦？冇做什麼不拉真，特別嚇，我看冇清海冇白啦。要夾鹹啦，我是要夾鹹淡薄嘛。然後我食 rotisserie 我清個骨嘅。所以我揾到啲人做煮糜。一個有特別一骨煮糜啲，一骨啦，你叫嚟。你骨俾扭揼個白啦，大粒頭。你特別伊邊度一卡卡是骨你骨，你叫嚟滾糜就啲。啊，咱美國嘅雞甲馬來西亞嘅雞無相，咱美國嘅雞特別較大隻啦。係啦。個較濟白，แล้วนี่กัดจะ French fry 嘛，กัดจะขุดเนี่ยสิลูกตัวไปถุยกันแล้วอีบะ so ลูกเหลาอีบะขี้ถุยขี้叫佢答啊，即係定講講吧，講嚇講吧，ว่าแค่定กันแล้ว叫講吧啦，แล้วกันแล้ว冇สุกัดจะอี興吧นี่興吧，我係興吧，興吧是 breast chicken breast。特別你去美國，你去泰國，你叫雞啊，一較就是河路講吧誒。係啦。特別河路講吧。唔該阿莫教無暑假食雞腿，㗎啦食講吧。我第一暑假是雞腿個雞舌誒。雞尾 OK。我冇時間，雞舌我冇時間，爭開把隻雞舌了啊！去 Chinese restaurant 食煎雞舌。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咗1 minute and 41 seconds， I mean 1 hour and 41 minutes 啫。感謝各位阿莫姐講了，阿莫姐講一隻背。有。你到底要咩去食？你食 orange juice？我有背啲嘢程度，我有咖喱糊，我有咖喱菜。What？哦，哇！你咁做啊？我就係菜炒กับ辣醬กับเตา瓜，แล้ว我有麻雞，麻油雞。哇！哇！麻油雞啊！我有菠菜，我有菠菜炒กับ菠菜。安怎做呢隻？唔知呢，我有攞呢。你自己一人食啊？你過來食？我係自己食呀，我有攞嚟啦我。我等時候要去食 German food 啊 ，OK。Jäger Schnitzel， 你食compare sausage 啊？compare sausage 佢當掉，苦類當頭卡啊！German food 我是個食嘢咧，嘢成個 Schnitzel。我睇是個食 Schnitzel。我講冇咩食嘢 sausage。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家，到底嚟收聽幾個告訴啊？會記定這禮拜頂陣我禮拜未記講 discount code， 所以禮拜冇 discount code， 這禮拜 discount code 我係較濟人會睇用啊。這禮拜 discount code 是 BGHK Jelak JELAK。我寫起來啊！感謝各位聽眾收聽我特別嘅邊，這禮拜是老張英國中。拜拜。แล้วก็เจ้าพี่อาหารแล้วก็ห้อยเชียบ๊ายบายกับมอมอกูตัวละ ใช้ปังจิวมอมอกูแล้วกับอะไรกันตัวลำเท้า節點บ๊ายบาย都節點節點有冇講嘅有啊講啊困去啊伊講一走去啊我冇聽到伊講有伊講到即個咱嘅 Western food 有啊伊係冇學咱看 Western food 嘅時候應該係嘛OK 感謝各位聽眾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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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啦，我準備叫我過了 OK 拜拜 OK 拜拜拜拜拜拜Oh, I didn't know look today recording. What actually 我6點幾7點嘅時我 check 我想我冇 recording 我走去困。我都係你我緊困啊！哦 ，because 我8點嘅 record 嘅時候 because 係 time change 啊。有咯。唔係難咗，我等陣你到機啊。OK，拜拜。拜拜。OK，拜拜。拜拜拜拜。拜到立頭。拜。